来看花莲寿丰乡滨河村16号，昨透早发生一件造成4个人死亡的火灾哦。家属是质疑讲消防车来了上慢，也毋过伫网络顶头传出一段棕火烧现场的影片，有一个受灾户伫现场哦一直骂消防员，我感觉质疑讲安尼敢有影响到救灾咧。 我知道你很紧张，后退好不好？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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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后退，拜托后退，你这样很危险，你这样很危险，拜托后退。我知道。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伫火灾现场情绪激动，不过安尼指挥消防员安怎灭火敢有适当，引起真侪警义小的不满。他那个民众就是一直在旁边这样子大吼大叫，然后就是一直在骂三字经啊，然后还对着消防人员这样破口大骂。 根据警方的资料，这个查甫人是受灾户的头家。昨日透早发生火灾的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斗相共。不过，伊的行为是不是牵涉到违法？消防局启动调查。以火灾现场的话，我们是希望民众不要到现场去做一个指导的一个动作了。本案的事件的部分，我们会研讨相关的一些措施哈。 收集相关的一些证据来做一个后续的一个检讨了。面对这个，黄先生今仔日嘛出来回应，讲是因为车着急，迄当时敢若赶紧想要把人救出来。我当下情绪激动，所以可能有很多不当的言论，甚至说去辱骂这些消防员。我在此对你们消防员说声道歉，不好意思，抱歉。 死者家属是希望大家会当体谅一直伫等消防车到场的亲友情绪是安怎这么激动，而且同时也阁有4个人掉伫内底，希望爱检讨的应该是安怎消防车找无事故现场。你一上桥之后就会看到火源了，可是你们迟迟找不到我们家。当下我们那个寻求帮忙的朋友、亲朋好友都已经到现场了，可是你们救灾的人员呢，在哪里？ 黄先生除了回室内，也承诺员工这届的火灾后续丧葬费由公司负责。消防局是表示，会当体谅亲友的心情，不过也是希望民众会当加灭火交予专业，避免更较侪人受伤。记者采访报道。